比較坦誠咁同客人溝通嘅。大家好，我係朗逸設計嘅營運總監 Leon。我係設計師阿 Ken，我係負責工程嘅阿傑。我哋朗逸設計咧就想建立一個正面、坦誠同埋執行力強嘅一個形象咯。咁我哋就唔係嗰啲屬於 hard sell 嘅一個行業嚟嘅，但係我哋唔會話一開始就會同佢講價錢嘅。咁我哋係設身處地咁企喺客人角度去幫佢解決問題嘅方向去同客人溝通前期嘅一個方案同報價。首先第一時間係知道客人想要啲乜嘢，去做啲乜嘢。佢裝修設計係為咗去改善生活空間，定係話去解決一啲原有嘅裝修結構問題。咁建立呢個信任之後呢，我哋再去根據施工工藝同埋材料嘅一個差異去做一個準確嘅報價。咁我哋係唔會有任何嘅一個隱藏式嘅溝通，去話客人你可以做，跟住後邊就去再去喺報價上面去做啲乜嘢。咁我哋唔會嘅。我本身就係設計科班出身啦。對於室內設計美學嚟講都係基本要求嚟嘅。但係咧，我哋做設計裝修咧，始終都係做出嚟嘅嘢都係俾人住嘅，所以都係以人為本啦。係啦，咁我哋每一次做設計嗰陣時，就會首先代入空間，去體驗每一個空間嘅細節、功能、美學。咁又譬如客人對於廚房有要求嘅，咁我哋會以廚房嘅功能動線去做一個設計先咯。咁譬如呢個客人如果係中意煮嘢食嘅，當然嘅廚房嘅使用頻率咧會比較高啦。咁我哋會喺物料方面會用啲比較防污嘅物料咯，係啦。咁同埋啲顏色都唔會用得太深咯，就容易打理啲咁樣咯。最終嘅目的咧都係以業主為本啦，去做出適合業主嘅設計。呢個就係我對於設計嘅執着咯。我哋嘅工程就係專科專做啦。咁譬如設計師交落嘅圖紙比較清晰，咁我哋按照設計師嘅設計去做。咁啊，師傅亦都按照我哋嘅設計圖紙去電位啊，譬如啲水電煤啊，咁其實都按照圖紙去製造得比較精準嘅。大家好，我係黎小姐，係朗逸設計公司嘅用家，啱啱裝修完畢。咁你知香港地裝修咧都唔係平㗎嘛？咁我喺Facebook 上邊咧，其實都追蹤咗好多間公司。咁啊，跟住貨比三家啦。經過溝通之後咧，咁我就覺得我而家揀呢間朗逸設計公司咧，係同我自己心目中嗰個理念咧，係最相近嘅。因為佢哋嗰啲設計公司咧就比較年輕啲，咁佢哋嗰個兼容性大啲。同我溝通嘅時候咧，我自己嘅概念咧，佢哋都有聽進耳裏邊。因為有啲公司咧，當我講我嘅概念嘅時候咧，佢哋 ban 咗我，佢冇諗過我用家嗰個角度，我有實際嘅需要。咁我覺得呢一間公司，首先第一樣嘢，佢會接受個客自己本身有一啲嘅要求咯。咁我就覺得呢點非常之好啦。於是乎，我喺設計上邊咧，就同朗逸設計公司咧講得好清楚。第一咧，我就要去家務化。因為我哋太多時間喺家務上邊，我覺得唔值得。科技咁發達，咁第二呢，因為我哋呢度係鑽石型廳，咁個廚房嗰埲牆呢就好牙位。於是乎第二樣嘢呢，我就同佢哋講，我嘅動線呢要非常之方便我去生活嘅。咁所以我係個廚房做咗開放式廚房啦，咁然後就將兩個嘅浴室重新規劃過啦。咁既然係咁呢，我哋就有全爆嘅概念啦。咁所以呢，喺呢方面我就同佢哋溝通得好好嘅。特別係入住之後呢，其實因為我哋自己嘅生活習慣呢，其實係有啲想同原先嘅設計有所改動。咁經過我哋反映呢，公司都好樂意配合嘅。咁所以我呢度呢，就覺得佢哋好貼心，咁我就非常之欣賞啦。咁我哋大家咁樣就會比較正面啲。我哋嘅企業形象就希望係一個同客人做朋友啦，大家深入溝通啦，坦誠溝通啦，跟住就報價合理咯。